我研究面相命理幾十年，發現一個女人有冇福氣，根本唔係睇佢靚唔靚、瘦唔瘦，而係睇佢身上3個地方有冇肉。奇怪嘅係，而家好多女人為咗變靚，反而將自己嘅福相越改越薄。今日我就話俾你知邊3個位越豐潤越容易聚福聚財聚人緣，尤其最後一個，好多人日日咁，卻唔知咁嘅可能係自己嘅福氣。你身邊有冇一種女人，佢未必有錢，未必住豪宅揸靚車，但你望住佢就覺得佢好有氣，佢行出嚟面色紅潤，成個人透住一股安定嘅氣場，連帶身邊嘅人都覺得舒服。又有另一種女人，條件唔差，五官精致啟，身材苗條，但偏偏日子過得好唔順心，成日覺得到處唔對路，成個人散發出一股煩躁嘅氣息。點解會咁？你諗下，古人話相由心生，一個人嘅面相、體相、手相，其實都係佢內在心性嘅外在投射。你嘅心態點樣，你嘅面相就點樣，你嘅品格點樣，你嘅體相就點樣。呢個道理用現代話講就係身心一體，你嘅精神狀態直接影響你嘅身體狀態。一個長期心情開朗嘅女人，氣血運行自然順暢，面色自然紅潤，身體各部位自然豐滿有肉。相反，一個長期鬱不寡歡、斤斤計較嘅女人，氣血沉滯，身形就會康達或者虛胖。易經64卦入面有一卦專門講人同家庭嘅關係，就係家人卦。卦詞好簡單，得3個字：女正位。意思係一個家庭要興旺，最關鍵在於女人能夠守住正位。乜嘢係正？唔係死板守規矩，而係一種穩定嘅內在品質。當一個女人有咗呢種品質，佢嘅家庭自然和睦，日子自然順遂。而呢種品質恰恰會反映喺佢嘅面相同體相上面。如果你覺得今日文峰講嘅嘢有道理，請你喺評論區打低4個字：豐潤有福。我哋睇下有幾多女人係屬於呢一類。仲未訂閱嘅朋友，麻煩點個訂閱，打開小鈴鐺，我每日都陪你。好，我哋正式入正題裏。人身上呢3個位究竟係邊3個？第一個位，面具，和氣之相，人緣聚福。你首先留意嘅就係面部呢個位置，商學上叫做面如滿月或者面過豐盈，係非常有福氣嘅相。你有冇發現嗰啲令你覺得好有親和力嘅女人，多數面過圓潤，佢哋笑起嚟面蓋隆起，成個人好似發住光咁，令人望住就開心。你觀察下面蓋有肉嘅女人，性格通常都好和氣。你諗下點樣嘅人面蓋會飽滿？一定係成日笑、心情開朗嘅人。一個成日皺眉頭、黑口黑面嘅人，面部肌肉窮緊，面蓋凹陷落去，所以面蓋有肉本身就係一個人長期心情愉悅嘅外在證據。面蓋有肉嘅女人人緣特別好。你回憶下身邊嗰啲人緣好嘅女人，係唔係多數面過飽滿？人望落去有親和力，人哋自然願意親近，有乜好嘢都會諗起佢。人緣好，機會就多，福氣自然就嚟注意。好多女人就係輸喺呢度，成日黑口黑面，人哋見到都避之則吉。好嘢點會輪到你？從五行嚟睇，面座呢個位置屬土，土嘅特性係穩重包容，土旺嘅人唔容易衝動，心胸廣闊，唔會斤斤計較。而且土能生金，因為佢哋唔會亂花錢，識得儲蓄。古人話面過有肉嘅女人旺夫生財。道理就在於此，佢哋嘅和氣令人緣好機會多，穩重守住手頭財富，兩者加埋自然越過越好。深入啲講，面蓋有肉仲代表唔中牛角尖。生活入面嗰啲面蓋凹陷貴骨高嘅女人，多數性格比較尖土，一句唔啱聽就記好耐。呢種性格商學上叫做刀削面，係比較辛苦嘅相，因為成日同自己過唔去，同身邊人過唔去，生活自然充滿摩擦。而面蓋有肉嘅女人心態係算啦，唔好嘥時間喺呢啲嘢上面。老公講錯句說話，轉個頭唔記得朋友之間有誤會，主動笑口化解。呢種唔計較，表面上好似吃虧，長遠睇其實最賺，因為將大量精神集中喺真正重要嘅事上面。面蓋有肉嘅女人確實有一種天然嘅旺夫體質。
點解？因為佢哋嘅和氣同包容會令老公喺屋企有一個好舒服嘅環境。你諗下，一個男人返到屋企，如果日日見到老婆黑口黑面，佢會有心機做事嗎？但係如果老婆笑口吟吟，成個屋企暖洋洋，佢自然覺得生活有動力。所以面過有肉嘅女人唔係有咩神秘力量，係佢哋嘅性格同心態營造咗一個有利全家發展嘅氣氛。呢個氣用風水話講就係正氣，正氣嘅屋企自然興旺。從中醫角度，面過有肉係氣血充足嘅表現。中醫講血為氣之母，氣為血之髓。氣血充足嘅人，面色紅潤，精神飽滿，做乜都有精力。你見過嗰啲過度節食、面黃肌瘦、成日覺得攰嘅人，點可能照顧到自己同屋企人？所以面背嘅肉唔只係美觀問題，更加係健康指標。一個健康嘅女人先有能力照顧好自己同家人，先有資本去追求更好嘅生活。而家好多後生女為咗追求 V 面去打針、做手術削瘦面材。從商學角度睇，呢個做法其實係減緊自己福氣。短期以為靚咗，長遠人緣運勢都可能受影響。古人嘅智慧經過幾千年觀察總結，值得認真思考。但我一定要強調，面有肉唔等於越肥越好，浮住虛胖嗰種唔係好相，係身體唔好嘅信號。真正貴氣嘅面蓋係有肉有彈性，面色紅潤有光澤，成個人望落好精神。呢種靠嘅係好心態、足睡眠、夠氣血，用好心態養出嚟嘅。你身邊有冇呢種面個飽滿嘅女人？如果有，恭喜你，你識得一個有福氣嘅人。第二個位，手掌勤力之相，雙手聚財。講完面再你留意下自己對手掌，手掌有肉，商學上係非常重要嘅吉相。古人話掌心厚，背隆起，一世好風光。你摸下自己手掌，如果係暖嘅、厚嘅、有肉有彈性，恭喜你呢係好受傷。如果係薄嘅、硬嘅，骨頭突出青筋暴現，就要留意生活心態係咪需要調整。手掌有肉嘅女人最大特質係踏實，佢哋唔會發白日夢，唔會想一步登天，而係一步一個腳印。你觀察下身邊手掌厚實嘅女人，多數好勤力，好務實。一個人嘅成敗往往唔係睇有幾叻，而係睇有幾堅持。手掌有肉嘅女人，就算做最平凡嘅工作都做到最好，遇到再大困難都唔輕易放棄，日積月累，成就往往超過所謂聰明人。從氣血角度，手掌有肉代表氣血充足。中醫認為手掌係人體經絡匯聚之處，肉厚溫暖代表內臟功能良好，氣血運行順暢。相反，手掌乾瘦枯黃冰冷代表身體虛弱，身體好自然有精力打理好屋企，支持置業。所以手掌有肉某程度上係女人有財富嘅象徵，有健康呢個最大本錢去經營人生。手掌有肉仲代表肯付出。乜嘢手會練得厚實？一定係成日做嘢嘅手，洗碗、拖地、搬嘢、打字，每寸厚實都係用心生活嘅證明。古人話天道酬勤，生活嘅好結果都係用汗水換翻嚟。手掌有肉嘅女人，朋友有困難二話不說幫手，屋企事務從不推卸。呢種看似吃虧嘅付出，積累人緣同信任。自己有需要時自然有人幫，呢個就係施比受更有福。古人有個形象比喻，手掌有肉嘅人伸開手掌，掌心會形成微微凹落去嘅形狀，好似聚寶盆，代表有聚財能力。呢個唔係神奇，而係因為手掌有肉嘅人性格踏實，唔會亂使錢，識得量入為出；而手掌薄嘅人心態浮躁，容易衝動消費，錢就留唔住。所以手掌厚薄反映嘅係理財心態同消費習慣。手掌有肉嘅女人旺夫同面蓋有肉道理一樣，但重點唔同。面蓋用和氣營造溫馨家庭氣氛，手掌用踏實勤力打理好屋企大小事務。你諗下，一個男人返到屋企，如果連飯都要自己做，衫都要自己洗，邊有精力做事業？但如果老婆手掌有肉，踏踏實實將屋企打理妥當，佢就可以將全部精力放喺志義上面。呢個就係手掌有肉嘅女人旺夫嘅秘密，用雙手為老公撐起穩固後盾。有句說話話，每一個成功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偉大嘅女人。
呢句說話唔係虛言，歷史上嗰啲成功男人背後嘅女人多數唔係令人驚為天人嘅美女，而係默默付出嘅普通女人。佢哋手掌唔係白嫩細滑，但一定厚實溫暖，因為用呢雙手撐起咗一個家。你認唔認同呢個講法？第三個位，腰腹包容之上，根基最腹。最後呢個位可能最令人意外。而家審美追求小蠻腰、馬甲線，但古人智慧入面，腰腹有肉嘅女人反而最有福氣。好多人日日減腰，卻唔知可能減緊自己嘅福氣。呢個講法初聽好似同現代觀念矛盾，但深入了解其中道理，你就會明白古人眼光有幾毒辣。商學角度，腰腹係一個人嘅根基。你諗下，樹根唔夠粗，大樹就企唔穩。人嘅腰腹就似樹根，腰腹太瘦，成個人飄飄然，做事浮躁。腰腹適度有肉嘅女人，望落好穩陣，俾人靠得住嘅感覺。古人話腰圓背厚方保富貴，腰部微圓背部飽滿嘅人長壽有福。腰腹有肉嘅女人最核心特質係能容事，遇到困難唔慌，遇到委屈唔崩潰，遇到矛盾唔急。佢哋有一種天然嘅沉穩似大海，表面可能有風浪，但海底永遠平靜。呢種沉穩對一個家庭非常重要。生活總有喜樂困難時，女主人先慌，全家就亂。女主人沉得住氣，全家就有主心骨。呢種能容事嘅度量無可取代。呢個同中國哲學坤德好有關係。坤德係包容大地，默默承受一切。腰腹有肉嘅女人似大地，心胸裝得落好多嘢。老公犯錯唔會大嘈大鬧，仔女有自己想法唔強行干涉，生活起伏唔怨天尤人。呢種包容係好多過度追求瘦嘅女人欠缺嘅，因為過度追求瘦嘅女人心態往往緊張，遇到小事就焦慮不安。腰腹有肉仲有現實好處撐得住，生活總有咬緊牙關捱過好嘅時刻。呢啲時刻最需要撐得住嘅人，腰腹有肉嘅女人，身體底子好，氣血充沛，定困難時往往係全家人嘅支柱。佢哋嘅淡定帶領家庭喺風浪中平穩度過。我舉一個真實例子，我識一個面過飽滿、手掌厚實、腰腹有肉嘅女人，佢老公做地盤收入唔高，兩個仔女讀緊中學。有一年老公跌傷腳，成年冇法開工，屋企失去收入，好多人都以為佢哋捱唔住，但佢一邊照顧老公，一邊做茶樓兼職，放工去街市買平價菜，從冇喺仔女面前訴苦，成日笑口吟吟話冇事嘅。半年後老公康復，依家捱過困難，感情反而更深。你話呢個女人嘅福氣係咪天跌落嚟？係佢自己用雙手心態品德賺翻嚟。同樣，腰腹有肉唔係越肥越好，暴飲暴食缺乏運動嘅肥胖係病態，唔係福相。真正福氣腰腹係適度豐潤、體型均遠、行動敏捷、精神飽滿，用健康生活方式、平和心態、包容德行養出嚟。而家社會對女人審美其實好偏頗，電視雜誌宣揚以瘦為美，令好多女人為瘦過度節食，搞到營養不良。瘋狂運動搞到受傷，甚至做手術。但你有冇諗過呢種審美係邊個設定？係社會為咗賺你錢而營造嘅焦慮。你越覺得自己唔夠瘦，就越去買減肥產品，去美容院做手術。古人智慧話你知，女人嘅美在於豐潤，女人嘅氣在於內在。面廓飽滿、手掌厚實、腰腹適中嘅女人，就算唔係標準美女，但活得健康自在有福氣，呢種由內而外嘅光彩先係真正嘅美。三處有肉嘅道理，總結就係三個字：面在有肉代表和氣，待人和善，人緣好，機會多，生活順遂。手掌有肉代表乾力踏實做事有成就，少彎路，生活安穩。腰腹有肉代表包容，心胸寬能容施，家庭和睦，福氣萌搶和乾容加其嚟，就係有福氣女人全部秘密。呢個道理同易經厚德載物好有關係。一個人德行越厚，能夠承載福氣就越大。三處有肉女人嘅和氣、勤力、包容就係佢哋嘅德，好似脂肪一層層積聚，承載全家人福氣。古人話有德者必得其福，係數千年觀察人生嘅道理。而且三處有肉女人通常會越老越有福。
有啲女人年輕時平平無奇，到50、60歲之後反而越嚟越有光彩，面蓋因為多年笑容而飽滿，手掌因為一生勤力而厚實，腰腹因為心胸開發而豐潤。靠外貌嘅女人年紀大之後優勢消失，若冇內心積累，晚會特別空虛焦慮。古人話女人40才開始，係指有內心積累嘅女人40歲後才真正綻放，唔再係青春嘅美，而係成熟智慧德行嘅美。呢種美隨年齡增節不會減退，只會越嚟越濃。有人會問，我天生面闊薄，手掌瘦，腰腹瘦，係咪冇救？梗係唔係。相學唔係宿命論，天生面相唔理想都可以透過後天修養改善，因為相由心生，心態變好，面相就會變好，品德提升，體相就會改善。歷史上好多人經過幾年修行，面相完全改變，所以唔好俾自己嘅現狀限制未來，最重要係開始行動。返回最初問題，點解有啲女人唔係含住金鎖匙出世，但一生順風順水？答案就係佢哋有3處有肉嘅腹上，嗰啲面座、手掌、腰腹嘅豐潤，唔係脂肪，係佢哋內在嘅外在顯現。面部因為常笑而飽滿，手掌因為勤勞而厚實，腰腹因為能容而豐潤。好多人花大量時間金錢喺美容減肥，卻唔願花同等精力培養心態德行，結果外貌可能變靚，但家庭唔和睦，內心越嚟越空虛。呢個好值得反思。女人真正貴氣從來唔係靠名牌首飾、整容手術，真正貴氣係由內而外散發嘅氣場，係面部和睦笑容，係手掌踏實溫度，係腰腹寬厚包容。呢種貴氣不會隨年齡消失，反而越嚟越濃，因為佢嘅根基係德行，而德行係唯一隨時間增值嘅資產。所以各位，無論而家面相體相點樣，從今日開始用和氣養面背，用勤力養手掌，用包容養腰腹，面帶笑容，手頭勤快，心胸開發。就算住屋村，食粗茶淡飯，冇車冇樓，日子一樣可以過得好土有味道。因為真正富貴唔係銀行戶口數字，係臉鼻之肉笑出嚟嘅，係手掌之肉做出嚟嘅，係腰腹之肉融落去嘅。最後送俾各位女人嘅命，唔係睇生得靚唔靚，嫁得好唔好，而係睇活得穩唔穩心，放得開唔開。3處有肉嘅女人未必最靚，但一定最踏實，最有福氣，因為佢哋揀咗最穩陣嘅路，和氣接人，勤勞做事，寬厚待人。呢條路越行從容，越老越有光彩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內容有用，請你喺評論區打低4個字，豐潤有福。打低呢4個字係認同自己，係話俾自己聽，我唔需要靠外在，我本身就有福氣嘅根基。仲要記得點讚、分享俾關心嘅人，等更多女人知道呢個道理。多謝各位，我係岑思財富課堂，下集見。